2分鐘教你橫琴單牌車所有申請流程，記得點讚收藏，save 低條片，唔記得嘅時候容易揾返出嚟。首先下載橫琴單牌車 APP， 然後註冊一個賬號。喺開始申請之前，準備以下材料：身份證正反面，手持身份證嘅正面照；回鄉證正反面，手持回鄉證嘅正面照；內地駕駛執照嘅主頁同副頁；證件相、車輛登記摺嘅正反面；車契正面。第一步，身份認證，填車主嘅個人資料同上傳啱啱準備嘅材料。填完下一步會去到微信做實名認證。如果你同我一樣有咁嘅情況顯示失敗，可以去到設定、一般、日期與時間，揀返自動設定。成功之後，下一步係面容識別，之後再返橫單 APP 上傳照片，提交後等待1個工作天，等待審批嘅同時可以填埋駕駛人資訊。第二步，資格申請，按照自己嘅情況選擇類型，以普遍常見嘅係自由行，每個月只有500部車嘅名額，可以喺月頭即係1號嘅凌晨過咗12點就可以開始搶。第三步，入境申請，一部車只可以綁定2個人，其中1個係車主，另一個只可以係直系親屬。提交後填寫車輛資料及上傳之前準備嘅材料，最後撳入交通事務局條 link 去申請車輛資料證明。申請後入返 app 撳提交，然後等待審批1個工作天，入返橫單 APP 預約去新通達驗車，排隊入場做唯一性驗車。佢會隨機抽查你有冇滅火筒同3腳架。如果你有整過澳車北上，咁你就要自己插返晶片，因為橫單要重新安裝新嘅晶片。內地交強險可以喺新通達現場買，或者你提前購買好，辦理手續嘅時候出示返。之後面審可以揀去新通達做，或者去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政務服務中心排隊攞籌辦單牌車業務。佢會叫你去大堂前台免費影印身份證同回鄉證，之後交返俾櫃台。1個工作天後入返橫單 APP 取得資格確認函，之後去一戶通或者澳門海關 APP 申請車輛邊境通行證，填返個人資料及上傳照片，提交後等待1個工作天，成功審批後就可以繳費。繳費後取得車輛邊境通行證。最後一步，揸車去橫琴口岸，經過見到上面熒光幕冇顯示你嘅車牌，即係代表你具備通關資格。恭喜你，終於成功申請所有嘅手續。橫琴歡迎你。鍾意呢條片就記得點讚收藏，save 低條片，唔記得嘅時候容易揾返出嚟。